际友人了。哦，哎，太快了吧！再让我们多赚几年吧，好不好？你先乖乖读书。你哋解是從呢部讀咩嘅？我叫解，我叫蜈蚣，我講咩？你怎么会忘记昨天吃的呢？雨珍如果跟我一起猜题，我们应该会答对满。我觉得他会吓到我。刚有被姐姐吓到吗？不會，还好吧。你看他的这种回答，你就知道。而且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金门的？哎，那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哦。你喝完只剩盖子，不揪呢。这个放在食材盘子上，生气。金门高粱，酒在哪里？呢個做好事本大家已經係按住做得咧。哎，还有至于穷人，就是上片就会高不低。但是咯，講下咩？记得这样吃。这会影响到武堂哥回去会不会被妈妈处理哦？南北客家太撚椒，虽然咪較厲害，挨下厉害，挨下厉害，挨下厉害！我朋友啦，都动厉害啦，都动厉害。不过你有吼，人喺做司機，做好師傅嘛，係啦喺正電機船嘛。不過北京要發現到嗬，到底喺幾當中咧，真件哦。全台灣各地都有目標嘅鄉親來到呢一度嘅，特別到節目當中見面，人人都台南來呢。應該係唔好講咁錯，台南冇盲識談過台南嘅客家人嗬。那是少數民族呢。真嘅。因為到台南哦，客家人真叫嘅學校，不過誒，該係語咧，該片該內邊，該呢一片，哎呦不簡單的哦。不簡單。誒，人稱這個客家翁之曼。富裕上面海上跟行鳥溜列都會念 rap 哦，你還破音呢？對，你就知道多厲害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尊彬師傅。大家好，邊個好？就過嚟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兩個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慘水炸，就會剛才有講到嘅是國寶級台南國寶級客家人咯。其他的呢係來自台南市區。表親黨哦，林瑞玲、張麗月，歡迎！哇！你好，大家好，講下原來台南嘅客家妹係啊，當初台南來呢，等下講下，客家人係兩片啦，嗬，北京兩嘴兩十愛繞牆道係新竹北部嘅婦女黨林武通林玉姐。來，掌聲大一點，現場的掌聲，真的有像哎，真好啦，嚟講下兩位姐姐，喺家高去台南有一樣，台南出省嘅，出省嘅客家人，係天幾度台到嘅，天然台，天然台，嘉麗月姐咧，哎，我應該算第二代吧。第二代，富二代啦。唐公呢，瑞玲姐對呀嘅兩岸之間呢，呀嘅文化交流，十分呢有研究啊，有哪家鳳年啊？藝術畫畫，這個是你的國畫，對不對？係，切卡畫嘅，這個不是印出來的嗎？沒有，我用按台嘅筆畫嘅。哈，按台嘅筆，畫也太厲害了。書法筆這樣子，應該要放一張是你在工作的畫面。是，對，因為你要動油哎，他畫得很細緻。一種花，另外一種係用金粉。金粉，那一張應該價值超過20萬，至少200美金。材料就超過。人民幣嘛，人民幣會超過。因為一般這個比較少人在畫，它比較容易掉粉，牙粉會亂來。真嘅懂厲害耶！可是哦，姐姐竟然手那麼巧，一定沒有懂會煮料理，還好了，一定動向聽。謝謝。而且麗月姐拿手菜嘿。糖醋排骨啊，炒米粉啊，这都是家人愛吃的，我也喜歡煮的。你們也懂會煮啊？顧總，你看這個分工很明確了。待會擺盤的部分呢，他會用金粉的部分。哇！那麼拿手菜的部分就交給麗月，是一個完美的組合。哎，景玉富雄班。而且我們沒有比選美，因為我們沒有這個選項哦。沒關係，因為我們這個客家翁之曼的部分一定是贏的。這個要可以油會講哈哦，油上頭按後上，然後油按醬哦。武堂哥你的基因不錯，真的，還不如用你基因好。不用 DNV 啊，不用用到眼妝嗎？有嗎？哎，你蠻醬哦，真的很像姐姐呢。媽媽，自己本身對客家有興趣之外，現在讀的還是跟客家有相關的學系。係。哪家好高哎？中台好，改客家好人。
听他讲客家话，好好听哦。天哦！而且他有做过这个司仪，听说可以立刻帮我们表演一下，对不对？哪家从主青应该种。来。好。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本音界主持人林玉俊，欢迎来到金本音界节目《渔家自足》。哇，全场比赛第1名。他还有代表台湾去到外国做呀嘅客家文化交流诶，有照片哦。哎呦，是不是？新加坡啦，马来西亚。哇。哦，你到底部係做哪家交流嘅部分？係啦，記到改片。动体改客家人去做交流安樣。係哦，你看以前廣播嘅時節哦，順紅嘅梧桐狗，哎呦，很煞皮呢，這我女兒呢。有男朋友嗎？冇。了解。未來的志向是要做什麼呢？有可能到客家委員會啊，韓國像做主會。後上年，我們一定要給他機會，所以今天的總冠軍決定了吧？我們後繼有人哦。太快了吧！再讓我們多賺幾年吧，好不好？你先乖乖讀書。我們努力幾年。先乖乖讀書，這很重要。好啦，哎，可是你剛才都沒有跟他聊到料理。來，吵，平常是對料理應該咪又走啦。爸爸會做啊，爸爸會。完蛋。對啊，爸爸做就好了啦。對，這個就對了。爸爸應該係當厲害哦。冇啦，冇學，如果冇學，將會按手啊。那這樣怎麼比？那不然我們先玩遊戲好了。好了，現在暖身一下，都要正式做料理之前，安利先來進行挑戰賽。詳情邊看啊？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好，到第一關呢，安利要先來挑戰一下，都要做料理之前，因為做在幹嘛遊戲？做在啦，因為看兩歲都啱會講，所以安利會考驗就係看你用辦講。兩係千會講。做，我等下還會有一家西建的韓劇啦，就用係3分鐘哦。3分鐘第8讀哦，答對最多題的該廚藝是做在讓得到幾分，但是各組都有一次 pass 嘅記分。冇問題，來剪刀石頭布，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 ，yes， 你們先。那我們就第一關，我們先來，好，請就位。兩下呢，男廚已經準備好勢，冇問題啦哈。計時馬上搶開始。兩家事，兩下係馬家姐，為做馬念，為做馬家事情。暴走，唔係，3+10，3+10。嘿，開始聽。好，哎呀，你聰明時間係麼？該你炒一台派，幾多加時？2+10，聰明時嘛該。你炒一題該，時常啲咪讀賣嘅，做乜叫嘅？蜈蚣。咩？你怎麼會忘記昨天吃的呢？你炒一台派啊？凍到腳誒。係啊。墨海。咩啊？章魚。咩？三家。手短。客家臭牛啊。發雞。臭牛嘅。用啊！開始聽。好中秋節因為選馬街。中啊。水糕。中秋節。你煮盤嘅時間會第哪篇？天貓。唔係，會第哪篇？出風。而家係做下。不是的，你要不要 pass？你要不要 pass？開始聽，幾多加時？不是2+10，係基本嘅你計蔬菜啲味道要計，到時風衝計，你除咗要種計。因為茄子。唔係。辣椒啊！好，下一題。我上一改時間為煮嘛嘅，為本煮嘛嘅本機是。他生日的時候。唔係，嘛嘅。幾多加時？西蓋斯啊。生日蛋糕。唔係，你時間時間為本意變到好長壽，哎用應該。長壽麵。係嘛嘅麵線。豬腳麵線。唔係，還有嘛嘅麵線。豬腳麵線。豬腳麵線啊。不是吃雞酒的時候會加嘛？哪有麵線？2+10，一家蔬菜，蔥蓋。高雄，米努，我對你太好了。紙傘嗎？唔係。美濃的特色。水蓮。哦，開始聽，先等一下再拍手。基本你坐街高鐵來嘅時間，突然間片看到街要當到湖嘛。
讲个嘿，碧通，哈里天，客家菜，阿婆，你都啥事？泡菜，咸菜干。豆家子，好可爱哦。豆家子，善家子，客家菜，萝卜干，有用到，有用到。用剑呢，剑，马盖，乱，马盖，七，脆不来，脆不来，刚巧脆不来了。张破姐，我送你3题哦。有，哎，不过我记得动厉害呢。对啊，但是你们家昨天到底炒的吗？该。对啊，到底吃什么？开盘那个啊。油是吗？你昨天有炒？你讲错啊，臭边冇煮东西啊，臭不我哋盖卤去啊。完蛋。千一啦。完了，在外面有爸爸哦。好了，下一关呢，蓝翠懂厉害哦，答对的8题，恭喜！来，我们接下来攻守交换，来。好，两好体验配合哈，红队已经各就各位了，要深呼吸吗？哎，我有呼吸。来，3分钟继续唱开始。 3个字，好。9。哎呦，怎么在讲9。哎呦，哈里天。下一题，几个字？梁家石。几个字？俺咧做数的时阵，总嘞，周。下一题。3个字，然后呢？俺咧做。哎，下一题。他没有讲啊，他不是要讲。好。然后呢？一种什么？第一个字一个颜色。3个字。红绿灯的第2个颜色。有买3个绿。妹。黄。臭。黄。然后呢？马盖酱。买。 黄豆酱，嘿，臭，下一个哈里天，这什么？哦，好像，猪啊，臭，猪有，臭，哈里天，你有在讲话吗？好像是我在讲，讲话，3个字，你可以讲话，3个字，花，臭，花生米，公嘞，花生粉，哎，你都讲出来了，哈里天，你可以不能讲到关键字，你要讲到上面的字，你要讲配什么东西？下一个字，这是什么？这几个字？2个字，你嘴好，鸡酒，臭，下一题，酒醉。丽月姐，你太累格了，3个字，3个字，好，然后呢？蜜浓，半条，妹，有自在，臭，有自在，哈里天，几个字？完 pass，几个字？2个字，好，2个字。擤鼻涕，雅玲，这什么？跳舞。2分钟，剩2分钟。周延长的颜料。只有一次 pass。一种统我刚好就懂。相赢几个字？周延长的颜料。几个字？刘家。周延长的颜料。原料猪肉啊。臭。好，听到失败，猪牛。长怎么样的？2个字。猪肉啦。对，下一题。这个简单。2个字，然后呢？你让念男朋友过接的。情人节啦。中国的。古时代的。七夕。臭。然后呢？3个字。听话公狗啊！好，这个不能给提示，太简单了。够 Q 出来啊！半条，我真的看不懂你在比什么。雨生如果跟我一起猜题，我们应该会答对吗？我觉得他会吓到哦。没有被姐姐吓到吗？不会，还好吧。你看他的这种回答，你就知道。说真的，你们私底下都有较劲，对不对？有哦，他们私底下不联络的。好，这个不能给提示，太简单了。够 Q 出来啊！半条，我真的看不懂你在比什么。有几个字？面趴板。2个字。哪个？哎呀，2个字。这个答案。哦，立马。臭，哈里天。下一题，他已经答对了，你不要再逼了。几个字？刘家。你有发现他越站越前面吗刘家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的错。你可以讲话，转了。面板吗？可以用讲。怕。但是刚才丽月姐人在哪里？没事。有回来了吗？有回来了。我真看不懂，听不懂。好啦，公布一下，刚才风水得到嘅提示係
8分，有8题，都系8题啊，是8题，都是8题，够厉害啦！还大家又强下天秀啦。我真的血压要。等一下这一段卡的时候先吃药，答应我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哥哥再多1分，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日阿志良师傅带来乜嘅好料嘅，我嚟老太自家分享咯。主厨素卤菜。今日呢，阿志良師傅就會帶來無共樣嘅甜點，我來老太姐來分享，太姐要糖詳細來咯，因為等一下共樣有隨堂測驗，好不好？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？芋香西米水晶糕，芋香西米水晶糕。一般人吃的黑芋香西米露，对，里面的芋香西米露做成甜点了呢。那有那個椰奶嗎？今天啊冇不用椰奶，很有炼乳的感覺。哇，來介紹一下食材，我們快速介紹一次。里面皮的部分就會用西谷米撈呀素薯粉，好，各位再來呀黑烏味，呀紫玉地瓜，呀做餡料誒，奶油、鹹蛋黃蛋打炒誒，快速介紹。各呀糖，各呀煉乳，呀黑桂花醬。哦，啊呀黑沙拉油。好。呀當然那樣啊加油精水嘅哈。哦，而且聽話先浸水係咪？要先浸水。西谷米就是米嗎？它不是米，它是一種澱粉做出來像米的形狀。那是麵粉。它是一種澱粉類的，馬鈴薯澱粉、素薯粉那一種。啊，做皮的部分。所以你是等於說把它化開。對。再浸濕了就會，各位用藻粉。用素薯粉。用。那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就用素薯粉，對不對？口感不一樣啊，沒有干冇共用。這邊最會做料理的是於真吧？麗月姐，沒有，我覺得於真她問題了吧？於真如果跟我一起猜題，我覺得我們兩組，我們應該會答對滿。我覺得她會嚇到哦。有被姐姐嚇到嗎？不會，還好吧。你看她的這種回答，你就知道。要分的部分就按你做好，嗰種餡料，樣係要整高嘅哈，要紫玉地瓜啦，要魚味係要整高嘅。好。也做迄餡料，啊，唔好攞去打到凍油，唔好搶個月餅嚟凍油，啊，不會有顆粒。哦，有口感。係，我使用落去，嗰點一些糖，多一些煉乳。有沒很家送出來啊？係啊。好厲害哦！因為香港大概就他家說的就是芋香西米露，然後做成點心應該是蠻特別。說真的，你們私底下都有較勁，對不對？有哦，他們私底下不聯絡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說，其實我們一家之主的忠實觀眾就是師傅，他每一集都看到。他有在做什麼？你看，抄襲我，抄襲我，挺好睇。冇啦，大家都好朋友。是我們今天紅隊跟藍隊算是廝殺非常的激烈。有哦。就剛才有看到嗎？有。你還沒找過來啊？哎呦！啊，來猜題目哦。來。好，因為考題呢個係問題哦，啊講緊啊，比如講都道啊、事情啊，這種是上午的意思啊。好，你係乜個意思啊 ？A 麻煩至極啊，好 ，B 舉棋不定 ，C 面不改色。好，兩隊我們就先派出一位來猜拳。好，我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馬上讓你。藍隊獲得答題權。於真基本上準備愛讀嘅係客家學院。對。好啦，呢次到答案係 A、B、C 嚟揀嘅。因為生芋頭基本上會拗仔，係啊，它會有一點有剪冇絲會啊。哦，因為它的色有可能是諧音 set 嘅 set，會不會？好，來，那我們瑞玲姐，你們覺得呢 ？A，她要比。這個時候你就會講出來。但是你的想法是什麼呢？就你講了嘛，吃了會麻麻的嘛，上個芋頭啊，你做的這個？對呀，我做的曼妮是上不哎，沒有，當然就是麻煩自己呀。哦，到底答案係乜？我公布答案咯，答案係 A。耶！解析啦！至極。為什麼？因為是你係生嘅物啊，原本咧你少年過吼冇送爽，所以用手移打吼，就是講嗰啲拄到是份麻煩的事情啊，所以沒有過啦。哦，顧松，你看這個他那個就已經有蒸好了，就不會麻煩了。你有蒸好了？你有蒸熟了？羊熬保溫寬。好 ，OK。要皮哈，好，哎呦，要皮人係做個70克，哎呀餡係30克。怎麼知道你手上有70克？他手會稱東西，手會稱啊。哇，這個算是
那个绝对称值哈。对，下一关就厨师就看比谁称的标准。然后就那伊安尼跟数跟减跟数。哦，像保吹保安。哎，用保吹保安用的。哎，怎么个问题？啊，本是油啊，出来较简单拌中央哎。本是油到去就看门呀。超。那你该不会是要做 Hello Kitty 的形状？我今天去做呀。花的形状。哇 ！Hello Kitty 这边我还。她真的很少女心，真的。所以某挺超级挺爱用西谷米啦，日本的版的粉没做的。因为我要改异乡西米露，所以我就特在用西谷米去做。哦，不要一直改人家菜色。也是，对，也是。那这样呢，看下伊形状就是出来的。漂亮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先做好，还有整。一般人家不用下一整，差不多15分钟。那么整条叫会包馅，会包馅。然后看整出来就会按来起呢。哇！像水晶形状呢？因为现在用茶骨哎。它是就水晶皂啊，水晶皂。这个就像水晶饺的那种奶皮呢。对，好赞哦。它也会带一点紫色。是不是冰着也会很好吃啊？冰的话不能冰到太久，它会硬。我觉得加椰奶会很好哎。它是椰奶后面淋也可以。那我今天用的是桂花酱。哦。喜欢那个椰奶的人也是可以。因为你也很喜欢。对我超爱。对 ，OK。啊，压人家老要桂花酱哈，来淋下伊。哇。发量就会点击。这就是遇见桂花香哦。对，今日做已经唔会太甜。它底部会有一些咸味，有咸软软。对。好赞哦！而且它的外形真的就是芋头西米露的那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觉得瑞玲姐应该会很喜欢这一道，没有那种国画风哦，中式的这种。可是今天从头到尾订阅都还没给你画一下。对，太贵，我们请国宝会比较贵。他会用金条。我等一下试试就好。你等些啦。里面芋香西米水晶糕，按钮就后塞喽。好，师傅要一个芋香西米水晶糕，真给看起来10分酱哎，嘿咯，很像艺术品哦，舍不得，真的，来特价吃看看哦，哇，豆浆呢，哇，很用心，10分的好吃，你知道它的味道都在这里面，可是呢，你来编做一个馅哎，而且又加上这个桂花，非常好吃，你是天才吧？谢谢。来问看2位姐姐，丽月姐聊聊好不好？对，我没想到说西米露可以跟那个木薯粉结合，然后当成外皮做对很特别的皮，蛮好吃的。几分？1到5分？5分。好，哇，太好了。啊，连味起到嘞。雨珍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而且不会太甜。师傅有觉得呢？你让爱奶皮啊，伊种师傅用个西谷米来做，伊种尤其能够有点像个牛腩个皮的感觉，所以讲哎，我们说หั่的啊、炒的料啊、高牛那种，其实应该没做的。对，可是伊咪给它用素薯粉、老西谷米，古时候又会开健康。系啊，错，外形就安正。对，所以都不看的太假做的。自己嘅来 DIY 做困难，不过呢，先拿两吹来先铺一下。两下刚刚经过一个 PK 赛过後哦，風吹到南吹2分，南吹1分，嗰個南吹加油咯！馬上嚟進行最不迷怪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吹這等只聽嘅題目，第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。兩下日日拿出日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兩下風吹到南吹做蛋糕呢，都有一個水上嘅，都係根本要來挑戰馬食材來完成一家家出好菜嘅挑戰呢。係哦，其實今日嘅基天食材哦，到料理界地位都算係隻百變明星。無論係齋菜啊、粉菜啊、宴客菜、小吃，你都做得看得到機。但是其實咪動因為降低哦。有這份啊？你說雪玲姐的部分，你地都得係乜嘅哦？那越來越期待了哈。好，3、2、1，搶開蓋。就係吊菜咯。吊菜耶，這
这是我的罩门。是好喜欢还是？因为我对它。而且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金门？哎，那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哦。你喝完只剩盖子，揪呢？这个是放在食材盘子上，生气。金门高粱，酒在哪里？呢個做好食本大家認識，安住坐低咧。哎，还有至於窮就就上線課會告不低。刁崔耶，这是我的罩门哎。是好喜欢还是？因为我对它就没有特别好感。那你现在的 pose 蛮好看的。那师傅，你觉得刁崔有没有走马鞭吧？其實後菜上次都係料理嘅時間冇咁容易，而一邊度主角冇成口感，生木是動你好，對，所以以前他常用炸的，但是上次會夠油呀，而且炸還會砭腹而鮮膩，它的油溫而注意。你係東東因為用殺的啦，對，我吃過用脆的樣。松拜聖之師傅老給做之後，要給素的鰻魚來做，哎，我覺得那個就很厲害，因為佢們出係 Q2嘅筋道。那龍哥呢又蠻想法，其實雕出可以做蒙多的，用烤的，沒有用做啊，日式的那種嗎？太六沒有做，從安尼破開來，然後烤到安尼綿綿爛爛的叫做龍酒的，啊麼就會做茄子餅，做餅，一刀斷一刀不斷，底部塞個膏肉。哦，風肉的感覺，薄溫粉嚟去泡。哦，其實其實真嘅，然後做牛油發絲有點像是魚肚。有炒，嫩嫩難用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兩組有乜嘅變化呵。風吹有乜嘅上白，菜名係乜嘅咧？刁崔牛餅啊，真嘅係做牛餅，直接翻過去呢。這一道菜算是你們的經常做的料理嗎？時常會食啦，時常會食。我就確認一件事，最不會迷關呢，好不好？兩位要多講講話了哦，加油！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咱水的一條婦女檔帶來 Q2嘅百變料理係乜嘅咯？茄香煎餅。喲，不係餅，我講餅可能冇強用哦。好，注意每一罐的哦。我經常當中改下係咱水日本甜甜嘛，所以我們這是真叫餅起來咯。哈，老婆在看哦。哈，好，武堂哥、於真有信心嗎？加油！加油咯！你用吹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這樣開始。莎莎快洗走了喲。刁崔也真贏，因為我對他印象就是他太會吸油了。可是其實快炒店很多都做得還不錯。對，就是要做得好不容易。我覺得我心目中他做掉最後就是上時候做那個鰻魚的，就是阿基做。我跟你說，他們現在兩個就在想說，我下一次一定要讓陳明珠。對，要嚇到，一定要讓他在開場時候按挪牙，沒有，有記在心裡嗎？他沒有在想，沒有，他剛耳朵都遮起來。哇，看一下，哎呦，安豆加可，剛才採收的嗎？對。所以今天就讓他吃飽的茄子自由，茄子自由。而且你看，我們還有這個海陸大餐。對，紹介一下，紹介一下。你還要吃個白嘅蝦公嗎？係啊，蝦公。白蝦嗎？白蝦。你要給咧？豬肉，火腿肉嗎？白肉3層肉啊！嘿，3層。它有。哎，麗月姐，你不是那個很會做菜嗎？他說他要當主持啊。主持還是主廚？他是正聲電台的主持哦。水莉娜姐，你做主持人哦。哇，那你剛才怎麼沒有講話？家族，我講國語。哎，他很厲害。雅跟他講吧，他不是客家人哦，是後輩。哦，後輩啊。因為之前他沒有講，撿回來的，對不對？哦，可是我們的水好像有點少。那我就加水。對。刁崔煎牛餅的話，等下刁崔的量要怎麼抓？應該是4大根。而且這個為什麼會有一個金門？哎，那個是我們的秘密武器哦。你喝完只剩蓋子，揪呢？這個是放在食材盤子上，生氣。金門高粱，酒在哪裡？那個不能丟掉，丟掉我們就做不了。這個不能丟掉，不能丟。工具，對，都是工具。那瓶是紀念酒的哦。她老公在那。我老公又來啊？有。他們是表親戚。表親戚。他是我表哥。你有沒有跟老公講說那個你要來上電視？有啊。他說去啊，
你一定很好玩的。第二姐，你还蛮该走马条路，在保险公司上班。哇，保险业我跟你说都很有钱，很有钱。对，你听黑啊，所以是富婆喽。一定这样啊，富一代就是他本人了嘛。对，真的。那你跳白走马来跳路啊？冇做跳路啊，真正的富一代，真正的富一代。对，好，我们要不要先过去？可以。我们的东西快好。那你做什么料理啊？富一代、富二代，做什么料理？哦，沙乐看下普通狗。哎，你们不是主厨还有舞堂哥吗？看起来于真也很厉害。忙啊！于真在那边忙什么？我在帮忙把它搅开。对，把它搅开。但是我先讲一下，你要用铜锅之后嘅皮是边就得有雾色的，會要人用嘛？對，喺度下下嚟啦，麵粉高重啊，所以就烤不出嘞。Yes， 係。就要põ一下軟化它。係，而必須小火又啲的熟安，要煎之後給它熟。但是我就好奇咯，你看，你進來到現場，一般來講係圖阿妹來下豆，但是今天是帶爸爸來，因為他平常爸爸煮啊，所以家裡媽媽是賺錢。這個話題要想一下，因為會有可能影響很多，對不對？之後冇限啊，因為我哋學校嗰種係做嘢後早下班。哦，你係老師？唔係，喺做工友啊。哦。喺呢個4點下班就轉一陣煮東西啊，做埋事先好放片呢。他是學校的大家長。係啊，對於俊，你寫書啲就係講客，也係後來回到去學中央台。因為應該係大到新竹人北部鄉嘛，北部鄉是係只客家種。所以應該從細到阿公阿婆鄉下大嘅時間，你都係講客家話嘅。講到東韓國，唔單止東北講客哦，它跟茶也有關係。北部係咩？茶凍有名。嘿，蓬鳳茶。所以你是有茶席的這種證照？也不是證照，就是我們平常如果有活動，像是桐花季啊，辦這些碰風節的時候，然後我們就會去擺茶席，會去泡茶哦。會泡茶。今日來到現場，也不用去讓你提。就是耳提面命或者是關心什麼嗎？叫我做好食本大家認識，安子做得咧。還有至於從小就會上線，就會教本機。但你要比較好熱係愛做乜嘅？然後一下子撈個 Q， 撈還有卵撈麵粉撈個高蟲啊。那我們就等下回來轉看第六走邊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回來的時候，於真不要再站在那裡了。對，因為那個顏色快沒了。手對嗎？手對嗎？差不多了，用的。好，等下多多上來。好漂亮哦！你家控呢？哇！難怪你講我家那個秘密武器。而且你看，我提到要不用弄皮耶，這有創意吧？這個是芭蕉吧？芭蕉、香蕉嘞，看就是有用椒呢。這是那個茄子裡面的那種我等下來聽出來。但是這個它有用吧？在這裡面啊，佢老牛包咗幾包衣吧？聰明，剛好嗆水線捅喉嘞，然後現在的叫係乜嘅？有餅。餡料啊，做餡料。你頂下用鋪嘅，來用煎。用煎的呀，用炸。用煎的。煎的。你這個是要放進去嗎？還是要切細？我已經切好了，等一下要放在那邊。你們兩個到底會不會講客家話？他會，我不會。幾句有嗎？一句都不會。那我們一定要教他一句，我們想一句最重要教他。我是張麗月。請說。可以嗎？好，請說。愛黑，我愛黑總你熱，愛黑總你熱，我愛黑總你熱，不愛錢。他這個知道哦。不愛錢，給我錢，給我錢，不要。等一下，我們要煎了，我們要煎了。但是我比較擔心的哈，它那個醬料那個香料，我看起來那麼濕，等一下會不會掉啊？不會，不會。好，有試過，有信心。很好。來，我們要一隻小湯匙。小湯匙，這個小湯匙，好嗎？好，因為已經進去了嘛，更夠呢，很高呢。是，沒問題，冇問題。哎，這個厲害耶！它會固定啦。哦。哎，他們煮好了。他們好像在等我們。他在等我們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再回來哈。火，你要火溫要控哦，80度是最低，240最高。等一下會好。好。
注意哦。哇，鱼俊卡到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。真会卡到哎。冻干呐。平常时豆腐卡没有天手做啦。不呀，是爸爸现在做嘛该，应该是做嘛该。好乖哦。哎，你去沙发坐好啦。你大概咱们讲等学时候嘞。好好。所以武堂哥，其实你是女儿奴哎。对，是啊。我住在那个女人宿舍，没办法。哎，臭咩？你勇敢女儿。哎，你系太呀嘿。那谁？哦，还有咱阿姐。姐姐也一样这么漂亮吗？对，姐姐比我更漂亮。看一下爸爸那边。你地位有嘛改？伊地位有该我扣啊，还有该上葱、甜插卵。哦。叫个一滴的面粉落去。需要汤匙吗？慢慢来加哈。然后就日本的面粉系吗？嘿。然后头出已经有豆腐卡吃过了。吃几天了？吃3年了吧？大概1个礼拜吧。那你最好是爸爸煮的嘛该出来？应该是醉鸡。绍兴醉鸡对不对？还有糖控鸡粥，那今天怎么没有带来？这个嗨一拜，还有鸡腿。所以你切到安朴嘿，等一下摆盘。嘿，摆盘的。哎，爸爸这会太小吗？你要围圆圈吗？做的。哎呦，就辣嘞哈！对啊，俺是做的煎的。好，来，同匙吗？因为拳击冇按酒冇按水啊，射火应该会做得。哦，要小小的。碎片呢？对，是做的。哇！有开火吗？碎火。我觉得可以大火一点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熟。而且它现在小片应该可以大火一点。哇，这个我觉得会很家常哎。没有。应该会有。特殊的味道，应该会蛮好吃的。所以你就是冲绳是带到北部，嘿，冲绳伫北部台的。哦。嘿，俺不用给重阳伫北部台的。哇。俺伫盖妹。你们一起读书吧？冇啊，俺读书的时候俺5年级去，俺左边叫那样看到有安酱的谁啊这个。哇。我们收视率很高的来。来，只要有感觉，这就是最难的条件呢。我今天有感觉，好有感觉。再起楼，公家在，一楼下吃，这会影响到武堂哥回去会不会被妈妈处理哦。所以你就是冲绳带到北部。嘿，冲绳伫北部台的。哦。嘿，俺不用给重阳伫北部台的。嘿。哇。俺伫盖妹。你们一起读书吧？冇啊，俺读书的时候俺5年级去，俺左边叫那样看到有安酱的谁啊这个。你懂得不一样时间该笑容，幸福感。你两啥结婚几多年了呀？结婚22年嘞。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了。不跟借你哈。没问题哈。好。好香哦！哇，拜托安酱呢？对，哇！哇！这个要翻面。这个哇，这个师傅你们都没吃过吧？这很像在居酒屋里面的哦。这个真的可以变一道。这个等一下高粱可以多喝2杯了。没有，就可以说只有已经被丽月喝完了。啊，这边丽月姐喝完了。对啊，已经喝完了才有瓶盖啊。要卖你送出来，我想出来的。哇，厉害！注意哦，因为我们现在。关键就是不会出破烂模哦，基本上我们只要让它漂漂亮亮，我们就稳赢的。对，瑞莹姐跟你一样漂亮就没问题。没问题。结婚了吗？未婚条件来开出来，我们收视率很高的来，只要有感觉，这就是最难的条件呢。我今天有感觉，好有感觉。真的不会太大火吗？不会，我们盖起来，等下焖一下就好。那就它表面那个恰起来。哎，对。好，那就差不多了，稳赢的了。对，真的稳赢。你干就。对，好 ，OK， 赢了我们就交友成功了。好。哇，哎呦，一下子见火了耶！火会太小吗？我觉得可以大火一点哎，因为给英格东掉手上没有肉啊。爸爸让他周围等下要炒酱料吗？哦，所以会比较清爽哦。姑叔，你等下要用台湾的，然后给跑啊吗？那用该爆哥，就这用爆哥跑。哦，哇，这个味道应该蛮特别的。哦，用加一般的油。我炒料吗？来看。
可能会别高，要别高的别高。有点像大中小椒盐，中就可以了，120。哦，酸头先来煸。哎，爸爸昨天吗？好吧，应该接隔壁调理看。哦，家不看好，一定都冻死上，他们家关静音的。其实咯，改下搞酒戏的师姐咯，没看到係于真负責在講嘛。對。但是豆腐卡練習的師姐係爸爸在講。哦，真的。嗯。練很多遍哦，練到你都快不阿了。是凍性子啊，加減去搞完一點。有上過天氣嗎？冇嘞。冇，體潔白是點不黏膜的。係啊。這算婦女很棒的一個回憶。啊，別估計還有超過種，咩種啦？他們就會把它混合就做在嘞。好，那我們就先去倒數哦。好，加油哦！跟從馬上來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就來測測看下最杯米罐都在哪一組卡利會呢？來，先問自己嘅種茶。耶，厲害咧！椒菜呢有新嘅變化，先來試試看下你風吹嘅料理咯。好，哇，這個油辣香。天哪！它怎麼會爆？愛上椒菜葉了。哦，我愛上，真的愛上椒菜葉了。我愛上瑞玲姐了。哎，裡面提到椒菜葉，你有不用到底度，不是種 juicy，然後外面竟然還有口感。哎，該地不挑係嘛？該凍就梅耶。秘密，在私下告訴你，我喜歡有秘密的女人。不好吃，為什麼好吃的？我覺得很像那種趁燙為主愛。餐廳菜，你看看，真的，這已經超越家常的等級了。比餐廳菜好吧？那是一定的。這個簡單可以吃。哎，其實牛做的啊，還有吊菜沒做的。對啊。嘿哦，學起來。厲害。好，那爸爸覺得呢？好吃。謝謝。好吃。無通過想留條胃哈，給自己的這個鑑表。我們幾個試試看有冇鑑表。越紅，愛用甜到啲邊，一定會凍香。那個口感咩保留都凍好。哇，我覺得九層塔很加分呢。兩邊在比水分的呢。對啊，很好吃哎，很棒，我吃2包，你說1毫升，而且它明明沒有肉，可是有肉的口感。就是一種吊菜。月姐覺得呢？九層塔加香菇有特殊的味道。係啊，一般人都客家人種啊，平常時咧就係用嗰種誒，家講種濕嘅好多啊，冇是炒嘅一條油嘅好多。好似一般係要加嗰種誒九層塔煎沙好多啊，要種好特別嘅香味啊嘢啊。係吼，因為等一下就會拌粉薯了，以前最滿意幾位，讓跟師傅講一下，有沒有幫自己的這道菜講一下？在一起的，講下來。你都這樣吃，這會影響到武堂哥回去會不會被媽媽處理哦？我覺得兩頭料理寫到爸爸的愛啊，對，這是重點，愛是全能的哈。因為愛做料理啦。好，兩下是推薦還有這個看一下師傅營養版評分了。好，我想一下師傅呢，可能咩當頭拿通，都單要來評分呢。兩下嘅成績咧，話風吹係2分，藍吹係1分。來，兩下嘅時間，風吹搶分數。滿分，僅些。對，那個我們就是滿分嘞。但是我們有運動加精神，還有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半下藍吹幾分，看一下到底幾多分呢？用眼球哦，3分，還有。咩係滿分？超像鼓勵！哇！所以我們輸在比賽嘛，遊戲嘛。剛才那個啊，就是吃芋頭的部分啊。黑啦。是小烏雷啊。不然我們這樣，我們現場吃生芋頭加分。好。哇！師傅講呀。叮咚。因為伊做咧吊菜的料理哦，算都不錯。因為吊菜的料理哦，就冇咁簡單。其實梅頭部分，後兩片春又到吊菜。又不給用梅頭，因為吊菜主要是上次蔥條出來冇梅頭。所以今日2片就冇用醬料，用嗰胡椒粉啊、
也就是调味，全部做到位啊，两片全做到档口。2個。魚尾啊，雕出來哈，本身其實當然會冇氣反色，所以就會變成當然會拿炒較鹹啲位，也係講炒較有味絲啲，所以來掩蓋佢哋。按個魚尾兩脆呢，佢用清簡單嘅方式，可以用清簡單嘅調味，佢來做出來嗰個出水嘅問題咩完全冇，所以我哋因為講1-3分下來兩脆都做得到，我想係分3分。謝謝。兩脆呢呀。作為料理都受到師傅嘅肯定，一下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耶！恭喜恭喜！恭喜一下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得到8分，藍翠得到7分，只差1分當大獎。唔過你兩翠正經做料理都係10分好勢哈！都係總冠軍啊！係啦，現在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夾菜機！恭喜兩位阿姐！太厲害了！看一下藍翠的阿白哦，得到嘅獎品都厲害哦，普魯士藍雙鍋煮，恭喜！兩家火鍋都係呢度嘅哦，恭喜恭喜！哦，在堂課啊吼，你瑞玲姐阿白參加嘅心得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。多謝我哋4個下屬總會同我哋報名來參加也主婦嘅比賽，我真歡喜，第100來也做菜。唔好意思，下擺有機會再來。多謝，過來到節目當中分享新嘅料理，好唔好？好，恭喜哦！那你還有一個任務，搞麗月姐共客家吧。好，麗月姐這一次參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真的是需要回家學客家話，那個先生。公公婆婆都是客家人，竟然我只會聽不會講。客家媳婦，可是我會做客家菜。哦，這樣子也很好。好，謝謝。下次回去努力練習。謝謝兩位主持人大力支持、大力幫忙。你們自己靠實力的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好，撒下來訪問一下依俊哦，今日讓我爸爸強下來參加比賽，有乜感想？真緊去到當條未當歡喜。最重要嘅係今本應該做啲第2片，然後遇到我的偶像兩位主持人。哇，好啦，等一下搶樣一下，好。嘿，還有嘞，讓爸爸強下，不能只是講我跟明珠啊，爸爸被晾在旁邊嘞。爸爸今本因為很給力啊，當條。完了，武堂哥在家庭地位。武堂哥，讓大家分享今日嘅感想。我第100上安尼嘅節目。按拄好，咁樣我買咗有2隻機配，攞2片，我就是天然來。感謝大家人。以後吼，我買咗時候去到泰國來讀書咧，還會帶包干嗎？唔會。哇，你回答太快了吧？所以你看，在去大學之前，創造一個父女難得的回憶，對不對？還有機會的話。喊外來嗎？愛。係啊，後來去到泰國，重用泰國以後，我們就成為客家新生代，對不對？無論係主持、唱歌、煮菜，都你包辦，好不好？好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好啦，兩菜呢都正經係10分厲害，不過係哪一種菜呢？得在係講你有自聽嘅食材，大家都做得表現出冇想過嘅料理。當然師傅沒懂這樣，還記得那麼玉香水晶西米露，對不對？我有稍微改一下菜名，但是就會差不多，你也忘記菜名。水晶糕，玉香西米水晶糕。肥皂。正經當後生，就是我看你嘅節目哦，做得學習到青島。係，冇錯，還有當河教啊，無論你係當為煮菜，也係當為搞遊戲，都做到來參加呢個家自助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聽下來都要到畢業分享兩部卡嘅好明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長累了，恭喜啊！謝謝汪小姐，恭喜恭喜，希望普通話。